近日这个土耳其外长扎武士奥楼公开表态，他声称强烈反对任何国家破坏我们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允许任何人侵犯中国。他说与中国过不去，就是与土耳其为敌。近来对我国十分热情。今年3月，我国研发的通信 UOS 系统想走向世界，第一个就得到了土耳其的力挺。之后在我们国家抗疫最为严峻的关键时刻，面对西方国家的指责，土耳其又和我们站在了一起，表示绝不会随着西方国家和我们中国对着干。再之后，土耳其又与我国携手抗击疫情，在医疗物资提供、抗疫经验分享和新冠疫苗3期临床试验等方面开展了深入的合作。现在土耳其格外的看好我国的新冠疫苗，不仅计划紧急采购我国疫苗，还在国际上为我国疫苗做广告，说西方国家生产的疫苗都是垃圾，只有我们中国的疫苗最为安全有效，弄得其他国家都争相购买我国的疫苗。目前有40多个国家向我国购买了新冠疫苗，已经购买的有16个国家，总购买量超过了5亿剂。按照这个规模和需求预计明年我国新冠疫苗的市场份额占全球的20%，我国疫苗最终可拥有50亿的份额。其实土耳其这个国家以前和我国的关系并不十分友好。大家可能对当初我国首艘航空母舰就是来自乌克兰的瓦良格号记忆犹新。当时完全是靠拖船从海上拖回来的，但1999年8月途经土耳其海峡时，土耳其故意刁难，要我们缴纳10亿美元的过路费才放行。之后又是2013年9月，土耳其主动提出要购买我们34亿美元的红旗系列防空导弹，但转过背土耳其又毁约，并拒绝向我们赔偿。还有2009年7月5号，我国新疆地区发生了打砸抢烧事件，世界各国表态都非常谨慎，但土耳其却偏偏站出来公然支持疆独分子，并将此事递交给了联合国安理会审议。此后，这个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虽然派特使前来解释，说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绝不允许有人在土耳其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但这对于两国关系可以说是于事无补。去年，新疆一名歌舞演员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被依法逮捕，土耳其再次指责我们是侵犯了穆斯林人权。当然土耳其对我们做出了这么多不道义的事情，多年来我们国家对土耳其也是避而远之，与土耳其基本上没有什么交往和合作。但是就在西方国家纷纷勾结围堵遏制我们中国的时候，去年8月份，土耳其却一反常态，又站出来明确表示不会成为西方反对和打压中国的工具。从这个时候起中土两国关系才渐有好转。其实土耳其一直被公认是墙头草，美俄两国在中东争霸时，土耳其不仅脚踩2只船，而且为了自身利益从来没有当过炮灰。但这个土耳其本想两头讨好，得到的却是两头制约。近年来土耳其先后在中东、中亚地区发动了军事行动，在叙利亚和纳哈地区冲突中崛起了一些战略利益，并直接与美国、俄罗斯进行了博弈，曾经对美军大打出手，用炮火摧毁了驻扎在其境内的美军基地。而美国则策划了推翻埃尔多安的军事政变，还扬言要把土耳其踢出北约。对待俄罗斯也一样，土耳其曾击落了俄罗斯战机，今年又插手俄罗斯后院，支持阿塞拜疆打击亚美尼亚，直接站到了俄罗斯的对立面。土耳其这种一面讨好美俄，想左右逢源，一面又不惜得罪美俄，令这两个国家非常的头疼。这个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之所以能够容忍土耳其的背叛，是因为土耳其得天独厚的战略位置。土耳其这个国家地处欧亚